有關俄勒岡州失業保險計劃的問題。什麼是多付豁免？錯誤時有發生。我們明白，有些錯誤會導致從失業保險計劃中支付過多的福利金。如果你確實獲得了多付的錢，你必須全額償還。然而，如果你沒有欺詐，並且還款會導致你的財務壓力，你可能有資格獲得豁免。這對於俄勒岡州民是一個好訊息。俄勒岡州通過了一項法律，允許你申請豁免這些多付的失業保險。更重要的是，美國勞工部已經授權俄勒岡州批准豁免聯邦流行病計劃中的一些多付款項。請記住，你的每周福利金也可用於償還你所欠的款項，因此請繼續提交你的每周申索。請訪問以下連結獲取更多資訊。